我嘅資產喺2025年高達373億美元，比起2024年仲多咗11億美元。而家經濟低迷到咁，點解我嘅資產唔跌反升啊？你哋睇下鄭裕彤家族就知，佢哋2025年福布斯富豪榜雖然依然排第3，但身家縮水係全港最勁。2025年比起2024年足足少咗26億美元，縮水得好犀利。呢個時勢經濟低迷之下，傳統金融同地產行業發展冇咩突破。香港好多富豪嘅2代3代，而家主要工作都係守業，守住老豆留下嘅地產同鋪位，唔使蝕本就偷笑。想增長難如登天，點解我嘅資產唔跌反升？其實真相好簡單，唔係我升咗，而係人哋跌咗。我嘅財富體系同香港大部分富豪完全唔一樣啊！大部分香港富豪90%財富都綁死喺香港，佢哋嘅模式千篇一律，靠香港地產起家，公司主要市場喺香港，資產結構單一度，除咗地產仲係地產。一旦香港經濟下行，樓價鋪租跌，成副身家自然跟着縮水。鄭家就係最好嘅例子，但我唔一樣，我從來唔會將命運壓喺一個產業、一個地方上。早喺人哋仲沉迷地產、爭住搶地皮嘅時候，我已經將資產佈局到全世界。英國嘅電力公司、歐洲嘅港口、澳洲嘅天然氣、新加坡嘅通訊網絡，全都是我嘅版圖。我從來不玩短線炒作，亦都唔玩投機，淨係揀一種行業落注，基礎設施呢啲都係防禦型行業，所以無論時勢好與壞，呢啲行業都有穩定收入，所以我嘅現金流穩到嚇死人。